科，想要呢種雜誌感穿牆，打開 CapCut，揀一張相拉長到4秒，將張相拉咗，拉出螢幕後打上關鍵幀，之後去到相嘅最後，拉到最右邊，關鍵幀就會自動打上，咁樣嘅相嘅輪播效果就做好咗啦。之後將張相複製，重疊畫面直到同上一張相留一條罅仔。調整完成後，將替換成唔同嘅相，跟住喺素材加張黑底素材，放大鋪滿畫面，拖長到最下面拉長，揾到遮罩轉長，揀選圓形模板，拉長到橢圓形，放到最低，跟住複製一份，將佢拉到最頂，跟住加返你鍾意嘅文字就搞掂啦。某個星期幾，你轉過身消失